嚟番禺揾美食，點可以少到番禺腸粉三巨頭呢？今日用2分鐘帶你探究下呢三巨頭究竟有幾犀利。第一間開喺居民樓下嘅早餐店，露天式嘅環境一啲都唔影響佢嘅生意。點咗牛肉腸同牛腩腸，仲有一碗街坊推薦嘅牛腩米粉。腸粉等嘅時間會比較耐啲，先試下碗米粉，湯底都係佢哋自己熬製嘅，米粉吸晒啲湯汁，哇！一碗食落去真係好頂肚。腸粉嘅肉量真係好驚喜，皮下面全部都係牛腩，牛肉腸牛肉係成塊肉餅，中意食肉嘅真心推薦呢間。第二間永恆小食店，入到嚟就聞到啲花生油香味。呢間腸粉嘅米漿味會濃啲，口感順滑，個豉油係甜口嘅，豉油真係腸粉嘅靈魂。試咗豬肉腸同牛肉腸，我個人就更中意豬肉腸啦。第三間佳樂粥粉店，呢間店真係風好大，人多到我哋要打包出去食。佢嘅腸粉係比較 Q 彈啲嘅，豉油味會重啲，牛肉係醃製過㗎，好嫩口。中意食鹹口啲嘅朋友會中意呢間。其實番禺好食嘅腸粉係唔止呢3間嘅，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嘅 top one， 你最中意食邊間呢？分享下啦。